以為去旅行買勞力士有退稅好抵，分分鐘中伏兼蝕匯率。準備飛嘅你唔想做水魚，聽埋呢2點先好做決定。第一，外國 AD 唔會留好嘢俾遊客，佢哋要養 account，熱門款一定留俾本地熟客。你行入去 ，sales 只會推呢啲骨，買咗即刻蝕，千祈唔好沉船啊！第二，退稅陷阱，唔好以為度度都有得退，好似英國、加拿大已經取消咗遊客退稅，加上手續費往往退唔足，好多時退得嗰8、9成。如果再加上匯率波動，分分鐘平唔過香港。其實香港嘅勞力士官方定價喺全球嚟講係數一數二平，加上香港鐘錶交投喺世界亦都係名列前茅嘅，以及市場嘅價錢透明度極高，有好多本地商家都坐咗一大堆貨喺鋪頭，有靚貨喺身邊都唔知，仲使乜飛去外國食白果呢？想知邊度買錶最平？唔使周圍走，上 Watch Match 一粒掣幫你夾盡全球新錶二手最平價錢，慳返張機票錢買錶好過。即刻 click bio 條 link 下載 Watch Match 感受下啦〜